就觉得很可笑。我交钱不就行了？他有没有权利不带走这个垃圾？刚才来这儿不是問了那個穿馬甲那個嗎？問他能不能洗，他說可以洗。喺啱啱過去嘅五一黃金週，有大量中國遊客出外旅遊，當中香港就係佢哋一個熱門嘅選項。令人震驚嘅係喺短短幾日嘅時間裏面，單計香港已經發生咗超多中國旅客嘅荒謬事件。今集我哋就嚟睇下過去中國遊客出外旅遊做過嘅種種荒誕行為，同埋我哋會嘗試解釋下點解中國遊客去到邊度都唔受歡迎，點解中國號稱有5000年源遠流長嘅悠久歷史同埋文明，去到今時今日呢個禮儀之邦會搞成咁。最後我仲會簡單介紹一本喺清朝末年由一位美國傳教士所寫嘅書，叫做《中國人的德行》，入面竟然精準咁記錄咗現今中國旅客嘅各種精神面貌。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中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咁喺呢幾日最多人談論嘅應該就係呢位認為俾咗錢就大晒嘅霸氣哥。大批旅客喺黃金週首日夜晚黑就為咗節省住宿開支，就去到鹹田灣露營，當中就有人亂拋垃圾就被票控，被漁護署職員發現就罰款咗3000蚊。記者之後再問佢嘅同行友人，問佢覺得政府宣傳夠唔夠，知唔知道自己嘅垃圾要自己帶走？點知呢位仁兄一鳴驚人，大家聽下佢點講。就覺得很可笑，我交錢不就行了？他有沒有權利不帶走這個垃圾？有嗎？有沒有？你可以叫警察來給他抓走。咩叫做交咗錢就有權利唔帶走垃圾？做人要有公德心，要識得愛護環境，呢啲係小學生都知嘅嘢啦。咁基本嘅嘢根本就唔需要人提㗎啦。有錢真係唔代表大晒㗎。如果一個人唔識入鄉隨俗，唔識守規矩，唔識尊重人，咁就算你幾有錢都好，你喺其他國家嘅人眼中都只會係一隻着咗名牌嘅猩猩。不過講真，要走到嚟香港嘅郊野公園過夜，一晚酒店錢都俾唔起，都真係有錢極有限啦。除咗喺鹹田灣露營，更加有中國旅客發揮創意，去到金鐘政府總部外嘅有蓋行人天橋紮營，有唔少人為本地嘅露宿者抱不平，質疑平時食環署經常以洗街為名驅逐本地嘅露宿者。但係面對中國嘅旅客喺天橋紮營就顯得異常包容，呢個就仲誇張。有中國旅客喺西貢火石洲附近嘅海域浮潛捕捉海膽，更加喺小紅書以出海還得是大晴天，我又自由啦為題發帖，配以海膽自由嘅 hashtag， 就咁睇相，相信佢至少係捉咗30幾隻海膽上嚟。有網民就質疑事主唔單止有違法之嫌，更加係破壞大自然生態，行為極度自私。跟住呢位阿叔就好似前世未搭過巴士咁樣，唔理其他乘客嘅感受，好忘我咁樣直播巴士之旅。當然就唔少得中國旅客非常經典嘅招牌動作，隨地大小二便啦。行街行到攰就走入去宜家家私補個面，好似返咗自己屋企咁自然。有時候真係好佩服佢哋點樣可以做到咁厚面皮，完全唔在乎其他人嘅眼光。呢個真係偉大嘅炎黃子孫先做得到啦。呢個就直情行下山，拆咗個路牌變成自己打卡用嘅道具，真係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相比之下，搭地鐵一開門就衝入車廂，完全唔俾裏邊嘅人出嚟，我覺得已經算係好小兒科㗎啦。而香港並唔係唯一嘅受害者，中國旅客喺其他國家同樣留下深刻嘅足跡，我哋一齊嚟欣賞下。真的，這樣真的很不文明。中國人不要這個樣子，你這太不文明了。看吧，大家不要這個樣子啊，不要給中國人帶壞。為什麼中國人覺得他們自己出了國就被歧視？但是你從來就不問自己的嗎？不反省的嗎？你想一想啊，你出了國，你竟然在外國隨地吐痰、撒野，大聲、很大聲的對人家不禮貌，你覺得人家有義務繼續的服務你嗎？ One thing I really don't like. Maybe you can cut it out, but it's my opinion. There are many men here. They doing. I don't like this. This is really not nice. それでさ、みんな鼻水をこうやって噛んで、そこになんかウィーってやったり、ってやったり、とにかく匂いとかもなんかすごいんだけど。10个里面有5个估计都不关门，然后呢，我要自己去把这个门关了，然后外面下了暴风雪，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关门。我觉得我们在外旅游啊，特别是在外旅游，一定要注意一下形象和素质。您看看这地主吧，您看，
南方某城市啊，在這不點名。相信最令人側目嘅就係中國人出去外國食自助餐一窩蜂去搶食物嘅醜態。明明所有食物都係可以 refill 嘅，唔知點解佢哋好似前世未食過嘢咁，要全部攞晒。有在場嘅外國遊客出到去就發現全部食物都被班蝗蟲攞晒。嗱，你唔好話我歧視，喺呢一刻我真係諗唔到除咗蝗蟲有更加貼切嘅形容詞去形容呢班中國人。最令人氣憤嘅係佢哋攞晒啲食物擺滿張台，但係到最後根本就食唔晒，浪費大量食物。點解全世界都唔歡迎中國遊客？其實個答案好簡單，如果一個人唔識考慮其他人嘅感受，唔識尊重別人，做事我行我素，視規則而無物，咁樣無論佢去到邊度都唔會受到歡迎。唔係全世界都針對中國人，而係不幸地有唔少嘅中國人都係冇同理心、自私自利，一啲公德心都冇。咁點解堂堂有5000年歷史嘅文明古國，一大班龍的傳人會搞成咁呢？點解中國人呢個民族有咁多劣根性？統治中國超過75年嘅共產黨肯定係責無旁貸。喺中共嘅領導之下，中國曾經出現多次巨大嘅人為災難，死咗成幾千萬人。喺長期嘅饑荒同埋政治高壓之下，中國人為咗適應咁惡劣嘅環境，就演變為極端嘅生存本能，導致社會出現互害模式，為咗得到利益而不擇手段。試想一下，如果你連最基本嘅生存都成問題，咁仲邊會有心思去關心其他人呢？而喺文革期間，中共鼓勵批鬥親友告密，徹底破壞咗儒家傳統入面孝同埋誠信嘅根基，令到中國人之間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結果就令到中國人去到今時今日都唔識好好咁合作。你睇下今日國足嘅表現就知道啦。陰謀論咁講，中共係有意而為之，佢哋就係唔想人民團結，要互相攻擊，咁樣先方便管治，從而穩定政權。其實香港而家都行緊文革條路，國安係有告密電話、告密嘅微信。我哋再坐時光機返到距離依家超過100年前嘅清末時期，當時有一位美國嘅傳教士明恩普。喺19世紀末嘅中國傳教，佢喺中國生活咗50年，透過對大清帝國唔同階層嘅農民商人嘅細緻觀察，寫咗本叫《中國人嘅德行》嘅書，總結出中國人多個特徵，意外地竟然可以呼應到今時今日嘅中國旅客問題。呢本書甚至得到以批判中國人劣根性聞名《阿 Q 正傳》嘅作家魯迅強烈推薦。呢度我就簡單節錄當中嘅一啲內容。喺中國人嘅德行呢本書入面，缺乏公德心係一個核心嘅章節。當時中國人嘅想法係人人為自己，上帝為自己。明恩普觀察到街上嘅東西常被隨意拿用，甚至係公家嘅東西都可以偷。如果自己屋企嘅空間唔夠，中國人就會毫不猶豫咁樣佔用公共道路同埋公共空間。對中國人嚟講，公有即係無主。中國人對公有財產係缺乏尊重嘅心理。公共場所唔係大家共同擁有嘅空間，而係冇人管理嘅空間。呢個就可以解釋點解部分旅客會喺景點隨意塗鴉，甚至乎大小二便。喺呢種心理之下，公共規範被視為一種外部嘅束縛，而非內在嘅契約。冇強力嘅管理者在場，中國人就會傾向極大化自己嘅便利。另外，明恩普喺缺乏同理心嘅章節入面，佢觀察到中國人對於身處痛苦中嘅人表現出驚人嘅冷漠，甚至係冷眼旁觀或者趁火打劫。中國人有句成日講嘅説話叫做各人自掃門前雪，呢種利他嘅思想缺失，導致咗社會成員之間極度嘅互不信任。每個人都係處於我不得不顧及自己嘅防禦狀態，所以喺餐廳或者封閉機艙裏邊大聲講話，食自助餐嘅時候一盤沒食物咁搬去自己張台。個本質就係無視他人嘅存在，因為喺個人嘅意識框架入邊並冇我嘅行為會對陌生人造成任何負面影響嘅同理機制。明恩普認為中國人並唔缺乏智慧或者勤勞，但係最缺乏嘅係人嘅人格同埋良心。佢認為中國人嘅行為往往受制於管理而非自覺。當缺乏外部監督嗰陣，內在嘅道德指引係唔足以令佢哋為咗公共利益而犧牲個人嘅少少便利。例如唔吐痰、唔插隊等等。佢認為當一個群族長期處於家本位而非公民社會嘅結構入面，佢哋對於陌生人組成嘅公共世界會產生天然嘅隔閡。對屋企裏邊嘅人就講究禮儀，盡心盡力，但係對陌生人或者公共嘅財產就視若無物，盡可能佔便宜。另外仲有一段直情係預言書嚟嘅，中國人患有另外一個積習難改嘅壞毛病。
那就是大聲喊叫去命令別人或者批評別人。對中國人而言，用正常的聲音去勸說別人，然後停頓下來傾聽對方嘅回答，彷彿是不可能做到。他們非要叫喊不可。跟他溝通，他一直給我標英文，我是切了。今天在飛機上處理不明白，都別飛了。我說得很明白，我是中國人，他一直給我標中文、標英文。我說我是 low English speak low English 切了，講中文。他能不能解決問題？為什麼讓我不能飛？你今天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給不了都別飛了。非要插嘴，就像是狗在激動的時候非要亂吠一樣。大家覺得呢段文字係咪好有畫面呢？咁喺剛剛過去嘅五一黃金週假期，大家又有冇遇到過中國旅客呢？你覺得佢哋嘅質素喺呢幾十年嚟有冇進步呢？歡迎留言，大家一齊討論。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